你以為高血壓一定會好明顯，一定會頭暈，一定會好辛苦，一定會有一日突然暈低，所以你一直覺得我冇事，我行得食得瞓得返到工，應該唔關我事。尤其男人，尤其爸爸，尤其嗰啲最中意講我咁多年都係咁，冇問題啦。但係你知唔知道最危險嘅高血壓唔係你知自己高，係你一直覺得自己冇事。中風之前，血壓通常唔會大聲提醒你，佢唔會突然企喺你面前同你講，喂，我要出事啦。佢只會頭痛、攰、眼花、瞓得差、心煩、脾氣大，然後你以為最近忙啫，正常呢，香港人邊個唔忙？然後有一日突然出事，一邊手喐唔到，講說話開始含糊，個人突然倒落去，嗰一刻全家人先開始驚，但係其實身體早有提醒過你，只係你好忙啊，你冇理。所以今日我哋就一齊拆開睇清楚。大家好，呢度就係健康同行。我哋唔係教你打卡式養生，而係幫你拆穿日日都喺發生，但好多人一直忽略咗嘅健康陷阱。我都想問下大家，你屋企有冇一位明明血壓高，但係永遠都話冇事啦，我唔食藥都得，我精神好好。嗰位可能係爸爸，可能係老公，可能就係你自己。如果有今日呢條片，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因為高血壓最可怕嘅地方，從來唔係高，而係佢太安靜。好多人以為血壓高就一定有感覺，其實未必。好多時你已經高咗好耐，你都唔知。醫生都講，大約1/3嘅人根本唔知道自己有高血壓。點解？因為佢唔痛唔喊，唔會每日提醒你，佢只會慢慢磨你條血管，磨你個心臟，磨你個腎，磨你個腦，直到有一日你先發現代價原來咁大。第一個信號最常見，頭痛，尤其朝早起身個頭脹住，後尾枕特別重。你以為瞓得唔好，枕頭問題、天氣問題，其實有時係血壓。尤其如果你朝朝都係咁，更加要小心。第二個就係成日攰，唔係普通攰，係一種點瞓都補唔翻嘅攰。朝早起身好似冇瞓過，下午眼皮開始重，返到屋企只想坐低，你以為係老咗，其實可能係血管一直喺頂住。第三個，眼花，睇嘢開始冇以前咁清，有時突然一陣朦，你以為老花，年紀問題，其實高血壓好直接影響眼底血管，好多時眼睛比你更早知道。第四個，瞓得差，明明攰，但係瞓唔沉，半夜醒，心口好似唔舒服，個人總係唔安穩。好多時你以為係壓力，其實身體已經喺報警。第五個，脾氣，你發現自己越來越燥，小事都嬲，成日心煩，明明知道唔應該咁，但係控制唔到。好多時唔係你脾氣差，係身體一直處於壓力。尤其香港人最常見外面人屋企爆最受傷，往往係最親嘅人。健康問題從來唔止係身體，仲會影響家庭氣氛關係。最可怕嘅唔係你一個人辛苦，係全家陪你一齊頂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都會問，咁點解會高血壓？答案其實冇你想象中複雜。第一，鹽，香港人真係食得太鹹，點心厭兩飯，杯麵、湯粉、火腿、午餐肉、加工肉，甚至你以為好健康嗰碗湯，全部都可能好高鈉。你以為自己冇食鹽，但其實你食緊嘅全部都係鹽。醫生都講，低鹽飲食真係可以幫你，少食1至2種降壓藥。呢句好重要，你唔係食少啲鹽，就係清淡咗少少，你可能係幫自己避開一次中風。第二個，肚腩，好多人以為肚腩只係難睇，影相唔靚，褲扣難扣，其實好多時個肚腩就係你個血壓計。醫生都發現每減10公斤，血壓可以明顯改善，即係話你減落去嘅唔止係肥，仲係你未來嘅風險。
第三，壓力，香港人真係太習慣頂住反攻頂、供樓頂、照顧屋企頂、情緒頂，最後連個血壓都一齊頂。你以為自己好堅強，其實你條血管未必頂得住。第四，唔喐啊，你唔一定要健身房，你唔一定要跑馬拉松。醫生都講，每星期大約150分鐘穩定運動已經好重要。行路、快步、樓梯、公園散步都算，你肯每日行已經贏好多人。第五，酒宴應酬，好多爸爸最中意一句飲少少啫，問題係少少日日加埋就唔係少，尤其如果本身血壓已經高，更加唔可以當冇事。講到呢度，最重要一句，一定要記住，藥幫你控制生活先真正救你。醫生都講，7成其實係生活方式，3成先係藥。好多人成日問可唔可以唔食藥，答案係如果醫生開咗先食，唔好自己停。最危險就係我感覺好煩，應該唔使食啦。好多悲劇就係由呢句開始。醫生分享過，佢爸爸就因為拖血壓藥冇食，最後中風。呢啲唔係故事，係現實，所以先控制再改善，唔係靠意志，係靠方法，真正有效。其實好簡單，第一，少鹽，尤其外賣，少飲湯，少加工肉，睇清楚，唔好以為冇加鹽就等於低鹽。第二，減重，唔使極端，唔使突然斷食，但係你肯慢慢減，身體一定知道。第三，預屈，每日穩定喎，唔好坐足一日。第四，早啲量，好多屋企連血壓計都冇，但係你屋企可能比咖啡機更需要，其實係血壓計。第五，檢查，唔好等暈低，唔好等中風，唔好等講說話開始唔清先去睇醫生。好多時早1年知道差好遠。最危險唔係血壓高，係你覺得遲啲先。你唔係突然中風，你只係一路都冇停過忽視。呢句真係好重要，因為好多問題輸就輸喺遲啲，下個月忙完先，退休先，有空先。但係身體唔會等你血管，唔會等你中風，更加唔會。講到尾，真正高級從來唔係食幾貴補幾多，而係你仲有健康，可以自己行路，自己食飯，自己照顧自己，仲可以陪屋企人好好生活，呢個先最值錢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開始發現最可怕嘅唔係血壓高，而係你一直以為自己冇事。咁呢條片一定要分享俾屋企人，尤其係爸爸、老公成日講我精神好好，唔使量血壓嗰位，有時救一個人只係由一句你最近有冇量過血壓開始。我都想問下大家，你屋企邊個最抗拒量血壓？爸爸、老公，定係其實係你自己留言話我知？因為好多改變往往都係由一句原來唔止我一個開始。記得按讚、訂閱健康同行，再開啟小鈴鐺。下一集我哋再一齊插穿那些最容易被忽略但係最傷身嘅健康陷阱。